阿生阿生，用啊，唔看按你还买点嘛？做一智障会买啦，也好，做看头家现书嘛。唔知道几飞太毛啊？头摆后书生唔好嘅时节啦，挨尾老头家拜托过啦，掉价咧，佢无心肝咧，养嘅就唔肯敢做。I看哦，也摆面冇乜希望啦。各位，请你来。来啦，廿条田好，冇问题咯。阿生啊！唔过也拜前咩冇乜强用啊！前几年太风太雨，条架咩看到的咩？错冇？天必死呐！头家要按好心哦，叫佢输体班做田水嘿，啊，假咧！人做做天龙嘅哦，像四条的唔好比啦，穷苦一生意。冇啦，我知道吼，穷苦吼，唔系明白啦，系运时代听啦，我相信吼，总做的啥嘛，听错我有机会出条田的啦，错冇？好来啦，条家，敢做你天水下？哎呦，是假呢，讲嘛个天数嘞。哎，包哪呢？你用做的啦？也咩请同情大家，不过咩你爱想一下嘛。好了，两位派你调查大家天灭的情形，唔来，去看大家有咩嘅东西，先拿出来贴吧。冇啦，條架，我都不卡真件冇存嘛嘅啦，係啊，大家做強用啊。係啦。哎，唔咩还有一条竹诶，拿出来贴吧。拜托啦，做得下年起张叫嘛。係啦。讲笑，也打契约嘅呢。对啊，你大家是才拿唔出来啊。白解呀咯。好啊，来之后老铁组装来了。白日批乱事啊！好啦，我睇高渣呐，因為捱掉死係嘛嚇。好啦，做人就唔可以有輸唔怕唔啊！怕唔怕，講乜嘅啊？好嚟啦，我講你拜啊！輸神唔可以捱掉條死嘅嚇。女那地位啦，女，女都把個世界啦嚇，你行嚟就老表命啦，不要起來，三個是，用係一條三路用嘅啦。排死啦，記唔係條絲啦。冇幾個，盡量講。我一下去攞條樹轉來啊！冇啦，條架冇變到心肝度啦，排死啦，排死啦，嘿，好啦，排死啦。哦，爸爸。冇個 V 啊，個兩面，
跳家去我老祖的牵走。哪个意思？赌失了。不卡就存一条竹诶，你还会留佢牵走？希望我本季老天数轉去啊！苏俊熙，你也破一百嘞！佢虽然按到押金，偏要去留去苏俊熙啊！拼佢迄條架啦，有大 KO 嘅呢！按就按你講講，俾人欺負誒！捱不過一條竹哦，係捱辛苦存錢買嘅，捱唔會本給人有素質啊，牽走。講也冇嘅電話啦，冇老祖嘅搞本記，佢就喺樓梯數轉去啦，安尼會是乜嘅啦？爆出來要9條字，就你欺負窮苦呢，會老人被西藏感染係嘛？哦，好嘅啦，我真正條頸哦，佢咩冇老人計較啊，係樓梯飄本嘅。啊，他哋講嘢咪罪法，掉架。我老唔講，我刺個命埋啦，搶做定人命啦。手啲人命啦，不如再叫，乜嘢就唔對，都要下唔對分享。你講我切到死邊，人樣嘅欺負人咧，你全唔對，乜嘢就唔對，乜嘢就唔要，就搶你人命，乜嘢點啦？你咩啊？两副卡一里亚，一条手迄两鼻尊，基地梯一里亚，怎么？用的啊？什么老天票本啊？唔講我些年嚟很多副卡。我是公安多，我会知哦。基地梯同其他的梯无共用哦。唔做乜嘅？去，我去哪呀？啊？别老人讲哦，我做菜色。啊！我票挨天喎，愛超怪怪曇花。
做乜嘅啊？莫牵这种阿夫家的厝诶，所嘛给留一条上路本来行。讲乜嘅啊？欠4万钱，天公地道咩？莫给天公，莫讲给我汤死。我唔答应啊，莫牵阿夫家的厝诶，希望哎呀就本事，本贵重的人弟，你老爱强。冇乱讲法，有证据冇？莫给乱讲法，唔知见上诶，给你。马上看到啊！啊？我老人讲啊，大家主理赢钱很容易来的，传实嘛。你知道大家会信，还会信爱啊？你还有数呢？给你，你chẳng hay拿不给陪你，结果老爱管到数风度，是迄乱命，我会很乱了。我老人讲哦，提防风太太细细就系爱朋友哦。你要朋友娘哎，反正我就先不认识，我会至少。事情听从一本贵重的人弟，给你，你会穷啊！呀，还能冲撞人不卡，所以我做一生，会死个鬼不卡你。我老人讲哦，我是的，我来的念事就要替苏壮来哦。安尼哦，张真佢会还是你要鬼不看你，听到吗？我老人讲啊，你呀哈，乖乖做我家，希望来向顺潮来，天没毛哦。传什么？啊，这，来，这，呀，迄赛豹太狠了。是啦，给步做太水啦，柱头下动到现过啦，拄好上着吃了钱。你啊骨体，安尼拄好，阮报出去甲欧洲鬼看到，你要想办法冲这。也300左，佢用要拿用几十个啊？用嘛，佢连下煮诶都做戏诶。那个就老唔讲给赌师咩？我用会讲，佢很本嘅田中啊，就会神忘记嘅啦。神梦计只欧洲鬼，佢迄有气有势啦，该有用，蛮来骗你，你就会莫吓乱，不要反抗啦，你遐呢，因为被欺负啦。刚喏，连记行业唔做饭，当伊抽底啊，唔知上乜嘅，啊迄做得结个问题啊！爱就爱上哦，爱就爱戆啊，甲袂样做莫成功，你太顽固，被欺负还会神忘记，这人有骗你。阿爸，俺妈给世界漳州队准许图书。唔
是故意好搞的啦。晒番前煮毛的，偷骂给输啦。不过，佢唔係會開嘅係。哎，做乜嘅吃鴨雞啊？呀，我唔知啊。啲先冇叫，用樹林。阿哥，佢係條解來啦。哦，唔係甜點吼，我記得就是十位甜品嘛，叫。我吃一隻雞，什麼嘅？阿春，大家轉。你係樣啊？太蠢，那衝的，我給打死。太蠢，佢條解來啦。幾時你嘅做乜嘅？用不啲，你悶氣啊！講嘢嘛嘅嘴巴，太蠢嘅叫掉嘅，比較有錢人自己來搞，你起碼會讓你扣錢啊！偷乜嘅錢？硬係少年前唔記得咧。你講乜嘅？唔可以啊，硬氣，你冇下輪，報錯，一個個全都叫掉。好，鬼我看你呢，只可以死。好，你爸媽嘅點啊？阿妹，你要嘛？阿妹，你用愛我，金蒙定，你走你走啊！阿妹，也不你欺負啊！你唱啲下嘅字，好誒你，只敢明白。阿妹唔好講嘅啦。散，你冇屌事。講啦嘛。你拜託條街下叫人中間，你幹嘛還叫我們太媽？好誒，冇乜嘅，就搶你欺負好係啦。幾條馬嘅喂，叫啦再講馬嘅啦。報錯還叫，你就要叫人做咩啊？上係情緒嘅。好啊，我就去洗碗看啊！阿妹，咁點啦？阿妹，阿妹，你要嘛？阿妹，阿妹你要嘛？阿妹，阿春咧，等一下，妹，我天空天數。依啦。
桑，阿妹唔晓写诗。姑嫂，我好好咯，阿妹讲的话记下咯，一霎时就做唔得了体哦，听冇？阿妹呀哈，就会出远门呢。我记得美运叫啥老阿哥，刘永叫就会爱过来的。阿妹希望刘汉伯有机会做得好好读书。野秋送文了。很欣赏，还有机会做将将的用中去上度，来唱爱，唱做得做本家着吃个顾看。哎呦，叫乜嘅喏？也可能，阿妹亲密一般难的。我记得，因为拜年，我阿妹所有的东西拿走的，呀阿妹，我已留给偷转了。阿三，电台听错会记得，唔系本欺负，听错总得像阿爸安尼叫点点，我要反抗。阿爸阿哥。阿妹冇夠嘅啦，好起來啊！啊，冇喊嘅啊！冇安尼啦。阿妹，你個我都唔得安尼啊！都唔得表愛啥？阿妹，我起來啊！阿妹，講佢把雞啊！講佢把雞啊！咪搬咗落嚟啊！而係搬佢阿妹揾神父。冇啊！
用的啦，无伊良心较好。咁冇愛就冇愛啦。我來簽嚟播演書，就半結啦。講嘛該，阿妹會按用又唔用開佢嘅，無嘛嚴肅啦。下組佢媽就打佢做醫生房，就係我來簽嚟播演書㗎，就等幾耐。你聽講嘅一種咩按用啊？馬幾啦？前幾日有人看到阿妹去報出幾片，報出來，人來記得。有一年，我要過來請，我要報嚴肅，不管係生也係死，聽錯我要給你，唔得啊！三年我嘅阿妹面下，醫生咯，醫生，我接住。
有没啊？原来透着你还做的啊！到时候会出山嘞，行去睡下啦。天使，好多电影现9点，2013年去次航查，以地体表演的停尸间，打开棺材盖来看，老汉上的时间差不多，像水梦样的，也已经到下一个亲密一面。地体表演，好啦。呀，准管是要咋搞？按东用怎么？
弟啊，我免唔想留下来。有兰，有段时间，勉强死，先冇联络。老塞去，发生乜嘅事诶？家下嘅係乜嘅意思？乜嘅意思？係因為沙口不平嘅關係係。早一個北嘅，唔係一般的平，係挪嘅東南亞。上本呢？很不跳，快试下用神呢做题目的小说，也係為寫我比我的心情的作品。冇辦法唔記得沙一個的事，雖然快試下的，不過想到沙一個的事，就叫都冇講冇殺。
老司机，米得米咯，你嘛哪一年学无得，无去过学第一路，所以你去比试，却根本你他得路有打。大事だけでなく、本土も同じではないか。そういえばそうだ。对啊，啊，恁厝内底人敢有拢疏开转去啊？前几工转去台中啊。啊，厝内底代志拢处理好啊？我唔知下一口偏多洋葱。一段時間，外面真熱，不留的俺不抗炎。自動來，請對不起佢哋，尤其係。上一個嘅事，係死啦！眼下證件冇辦法，我要面對其他事情啊！妹妹就先不管。阿弟。ごめんなさい。俺唔係要買嘅安信嗎？免唔是笑，我很拜不用的。就算將來有乜嘅會幫我過到同辛苦，我咪會自家開。乜嘅意思啊？又係電影鬧嘅爭吵時間，寒風涼涼吹，冬夜就會降臨。我祈禱阿妹嘅路紅，點點愛你嘅眼睛，無法度平靜。我
你给付出的心，不忘的分灵，不再孤行，不再孤行。又黑冷冷的早春时节，寒风点点吹，冬夜茫色眼泪。我去到茫茫的岔路口，点点翻旁的我影，在故乡里。我爱为你歌唱，我爱为你歌唱，你给漂泊的心。愤怒的分离，终究安息，终究安息。苏小姐，安尼人较碰皮，较水啦。咱也唔免嘛给 Q 石头的洗妹，来变下较上的大坡给着 Q 石头的坏手，唔可能加 Q。喊那个谁呢？唔係講愛打破就做俾打破。唔要記住，茫茫都晒佢。